其實坊間都已經有咁多生涯規劃啦，點解亞協仲要做呢樣嘢呢？我哋嘅生涯規劃咧係以召命向導嘅。咁有位神學家咧就曾經講過啦，神呼召你去嘅地方就係你最深嘅歡愉同埋世界最深嘅機學交匯之處。換言之咧，就係當我哋回應神嘅呼召，係可以滿足神嘅心意啦，我內心嘅渴望同埋呢個世界嘅需要。坊間咧好多嘅生涯規劃啦，都好強調從認識自己開始，但係我哋咧就好想強調咧，就係從認識神對人嘅心意去開始，再透過唔同嘅生涯規劃工具咧，就可以咧更好去發掘啦、認清自己嘅價值觀啦、能力強項啦，或者係經驗等等，嗰啲神已經俾咗我哋嘅嘢，再去思考咧點樣咧去回應呢個世界嘅需要。所以召命向導嘅生涯規劃咧，其實係一個整合嘅過程，去幫助我哋咧可以逐步嘅去揾到咧屬於我哋自己獨一無二嘅召命人生。